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有一间便当店推出着鲍鱼炒冬粉的便当，另外有一间早餐店是推出着帝王金两饼，虽然是用高级的食材，但是拢卖了无介贵，讲真受欢迎。 来到高雄林埔便当店包便当，有几项料理竟然有加鲍鱼。这项鲍鱼炒冬粉和鲍鱼炒大肠啊，伫咧俗家便当店看到高级的菜色，民众拢感觉真新奇。2个便当220，就个小确幸吧。毕竟鲍鱼比较贵，不是吗？鲍鱼花枝。 龙虾也有，老板不怕我们吃。就含员工餐点实在嘛用真好，而且价钱无贵。不过业者强调，这豪华菜色唔是逐工有味，想要吃爱个看运气。因为我本来是有在卖海鲜，在交给餐厅这样子。对，像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漂亮。 员工餐，或者是说给现场的一些客人的一些福利，这样。同款嘛是有高级食材，这间早顿店将4支金马卷交入两饼皮，卷起来再搁切做一块一块。这是帝王蟹风味的金马卷两饼，两个组合斗大做伙，滋味盖赞。项目蛮多，价格也比较便宜。 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年轻人比较居多啊，就想到什么就给他做什么而已啊。小个动画加上特殊的组合，互真侪人讨论较热气气。所以来到红山，将面包切做一半，外巴大，搁马铃薯沙拉，搁铺对半切的大只龙虾，单点一份龙虾沙拉汉堡免100。营业时间一到，拢白甲热肠，当晚搁满钱，互人客拢食甲笑眯眯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